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着行的路，伊的心神要得到安息，伊的护卫要承接土地。弟兄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各做伙伫遮组织来敬拜咱的上帝。圣诗152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全首。请坐。请咱下头做伙来祈祷。三位一体上帝，
你是创造天地甲海，以及所有万物的上帝。今日是你所定的主日，正是阮的儿女搁一摆聚集伫圣殿来敬拜阿罗你。我要感谢你极其奥秘的业力甲作为，互见若听你的，拢通得到喜乐。我要安尼讲，你的平安拢踮伫阮内面。阮的目睭也要摇花阮的上帝，求讨你的怜悯。诗人安尼讲：厝体若毋是摇花所起造的，起造的人就空空着活。但伫过去的日子，阮虽然经过济济无相像的挑战甲试炼，毋管是灵性上、生活上，也是肉体上的欠缺，因为有主你的看顾甲引带，阮拢要安然经过。也阮体会到你的恩典，实在教也阮用，借着你赏赐阮丰富恩典的学习，互阮知影怎样来回应上帝你的呼召，互阮会当彼此相听、相扶持、相款待来服侍，互真实的听深深起造伫阮正人的心。天父上帝，即时也求你差遣圣神运行伫阮整个礼拜中间，来安静阮的心，光照阮的心灵，掌管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存敬畏的心来向你认罪，赦免阮的软弱。有时阮伫无为的中间，会当体会到主你实在是教爷的怜悯。有时阮伤害着人，却家己毋知影；有时阮的行为也无遵趁上帝的心意来行，袂当互你的名得到荣光。求主你来怜悯阮，赦免阮的过失。总是伫你有赦免的恩，感谢主耶稣为着阮的罪，伫十字架顶的牺牲，诚侪阮永远救赎的记号，来怜悯阮是你所留保护救赎的百姓，使阮更较刻薄真理的话，遵趁圣神的引带，也互阮的生活会当不断实践，不断来领受对你来的意向，通互阮解决换新，诚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有热情来参与逐项的服侍。阮也要感谢你，互阮相连教会有份伫社会济济服务的时间，无论是伫幼儿园，也是伫安养中心，也是社会慈善基金会的设立，无毋是要互上帝你的名得到荣光，互济济人通得到利益。但伫阮的集体中间，检查也有人心神软弱、失志的，工作无顺利的，也是生活遇到困顿的，也是伫病痛中寻求上帝医治的，也是有艰苦心的。求上帝你甲每一个同在，藉着因的需要欠缺来帮助因，加添因的信心，藉着真理的话，通得到安慰甲激励，互因紧紧来恢复当初对你的信靠。今日也要伫礼拜中正道的蔡牧师，求主你来恩膏伊，互伊对伫你所领受的感动，来造就正信徒。透过蔡牧师的分享，会当互讲甲听的，拢偏偏得到祝福。主啊，但愿知阮所想、所要祈祷的，也是无完全。即阵阮要做伙开声，用主你教导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会晓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
代代无尽。阿免。接续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19篇，就是圣诗后壁第29页，我来启，请会众来应。来啊，咱着往耶和华唱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你若听伊的声。圣诗42首，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全首。Oh
愿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坐伫全能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接续圣歌队要带咱来学乐上帝主祷文。一切我拢归荣光予上帝。接续咱来看一类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9到13节。马太福音6章第9节到13节。所以你着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
圣经以上，接续蔡主任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耶稣论基督第5讲，愿你的旨意得成，请大家恭敬来领受。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进入第3个愿，就是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搁一遍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要透过你的话语来投放阮。所以，阮恳求主，你赏赐阮有属天的智慧。拍开阮属灵的目睭，看见你话语的奥秘，也赏赐阮到遐的信心甲听心，会通将你的话实行伫阮的生命中间，来荣光你，祝福人。求主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讲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到底什么会是上帝的旨意？这件事大概是所有基督徒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我想，若基督徒有问题吼，这个问题应该是算到第一名的问题啊。因为伫真侪所在，世界各国，伫所有伫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常常拢会问一句话，就是讲到底上帝你伫我生命中间的旨意，伫我生命中间的计划到底是啥物？我会记起我第一遍来到双林教会小会这是我有答应片幕小组的邀请甲小会员做伙见面，有一个沟通，然后较要确定讲到底到要来应聘，还是讲到底到要进行监选双方会当有一遍会面，会当搁一步的认识甲了解，所以这个时间有真侪人问真侪无共款的问题，其中有一位小会员问我一个问题，讲我来到双连教会，上烦恼、上惊的一件代志是啥物？改成讲来到双连教会是真恐怖的代志吼。迄个时阵我来回答讲，我来到双连教会上烦恼、上惊、上担心的一件代志。就是袂当满足上帝的心意，因为我真清楚，受上帝呼召，成做上帝的奴仆。有真重要一件事，就是爱了解上帝的心意，然后爱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无论受呼召到倒一个所在去服侍，我拢是期待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我相信真侪人拢甲我同款。咱受呼召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咱拢期待透过咱的生命来满足上帝的心意。那咧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也是讲咱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咧祈祷的过程中间，咱讲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到底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这是今仔日要甲大家做伙学习的一个功课。伫要来思考这个问题进前，咱来明白，当咱讲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的时阵，咱咧读这段经文，还是讲咱咧用这段经文做咱的祈祷的时阵，会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当咱咧祈祷讲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的时阵，咱会想讲，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全智、有智慧、阁有能力的上帝。然后天地万物是伊创造，一切拢是伫伊掌管下面。安尼，既然是伊的旨意，当然主一定会成就啊。安尼，主的旨意够可能袂成。来讲用华语讲，就讲主的旨意够可能落空，够可能袂成。那既然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是一个有气力的上帝，伊一定会照伊的旨意去完成伊的期待嘛。那安尼，为什么咱来做这个祈祷？这是咱拄到的第一个问题。
咱若要回答这个问题，咱首先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有一寡分类啊。上帝第一种分类就是上帝的定旨先见，这是伫圣经中间出现的这个字吼。咱台语汉语本的圣经翻译做上帝定定的旨意，现代中文也要翻译做上帝定定的计划甲心意。这种旨意是上帝绝对有效的旨意，就是讲上帝要行，伊一定会行的代志，无任何代志，无任何势力会当阻挡。上帝讲有就有，伊命令要立就会当立。实在是讲，亲像约伯记42章第20节讲：你万事拢会做，你的旨意袂当阻挡。这是上帝的定旨先见，伊定定的旨意。如果咱来看一个例，这是上界清楚的例，就是上帝爱耶稣基督真做人，人为着人的罪定十字架，这是上帝已经有先定定的旨意，任何人袂当改变。所以，如果咱来看《使徒行传》第2章23节，伊安尼讲：伊既然照着上帝定定的旨意，被交予人，恁就借着无法的人手，将伊钉伫十字架顶。将伊杀死。为什么耶稣基督爱被杀？因为这是上帝定定的旨意。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来拯救正罪人，这件代志无人会当改变。所以咱等下要供守圣餐，当咱咧食这个饼、咧啉这个杯的时阵，咱就咧笑念上帝为着咱人类所定定的这个旨意，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所有信靠伊的人，这无任何人会当改变。这是第一项，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上帝还有另外一种旨意，是上帝欢喜的心意。这种旨意是上帝对咱人的期待啊！上帝期待咱安怎？上帝期待咱安怎？所以因为上帝对人有一个期待。所以，伊来写伫圣经中间，譬如讲，咱伫圣经中间，咱会看见到上帝有一寡律例嘛，袂当杀死人，袂当偷窃，袂当拜偶像，爱孝敬父母，爱疼别人亲像家己。这拢是上帝欢喜咱人安尼做的。因为上帝欢喜咱人安尼做，所以伊赏赐人自由，允准人家己决定，伊望人知影安怎去做，所以。咱今日有圣经有上帝话，上帝就将伊的欢喜的代志，伊无欢喜的代志，拢记载伫圣经。期待咱会当照伊的期待，伊欢喜的事咱安尼做，伊无欢喜的代志咱毋通做。虽然看见着圣经安尼讲耶和华你的上帝，今仔日吩咐你行这个律例典章，这律例典章就是上帝所期待嘛，上帝的命令嘛，所以恁爱尽心尽性遵守。遵行，这是上帝的期待。但是咱嘛爱明白，这款命令毋是上帝定就算，佮爱人愿意去遵行。就讲爱人去配合啊。圣经依然讲，上帝爱咱安尼做，上帝无爱咱安尼做，清清楚楚写互明白。但是上帝伊爱人去配合，所以当咱咧记得讲。愿你的旨意伫行，这旨意是指这个后壁这个，就是这旨意需要人去配合。愿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面亲像伫天顶，伫天顶。意思讲，伫天顶一切拢伫上帝的掌握下面，每一个天顶的人拢顺服上帝的心意，所以无需要人这个部分。但是伫地面上，人因为罪的缘故受捆绑。所以人会违背上帝的期待，上帝的心意。所以咱咧祈祷讲，愿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面亲像伫天面。这款旨意需要人去配合的。若安尼，咱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是上帝的心意，伊安遐尼期待咱安尼照伊的话去做，但是为什么一个全能的上帝，无要用伊的能力来成全这件事？这答案是安尼。因为上帝足疼咱，上帝创造咱，伊无爱互咱成做一个家里人啊，亲像布袋戏安尼受人掌管，
完全控制。伊无爱强迫咱，伊互咱自由意志来选择。对，咱知影上帝真期待咱会当照伊的命令安尼去行，但是伊真清楚，即款命令是要甲上帝建立关系啦。关系物件就袂当用强迫的嘛。举一个来讲，比如讲今仔我的后生，伊介意着一个查某囡仔，伊做爱，所以伊就来甲我讲，无爸，咱做伙去提亲。我想讲要去提亲，我讲啊，安尼咱准备一寡家私啊。哦，毋是准备迄个聘金还是安怎？毋是准备一寡家私吼。那万一即个查某囡仔无要答应你，咱来好好来处理者吼。咱来强迫吼，安尼开当互你欢喜嘛。但是你要理解，结婚这件代志是两个人的代志，是建立一个关系啊。这关系是疼的关系，疼的关系如果用强迫的，这关系就被破坏嘛。所以上帝因为疼世间人，所以伊无要互世间人诚做伊的家里人啊。所以伊互咱自由意志，伊真期待咱当顺服伊的命令，但是同时伊也互咱自由去选择。所以咱爱常常安尼祈祷，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咱可会拄着来讲，咱上帝旨意有可能透过咱的祈祷来得到改变。上帝是永远无改变的上帝，自古到今伊永远无改变。啊，咱的祈祷有可能改变上帝的心意吗？这是咱爱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特别伫圣经中间，介绍有一寡经文，也是讲一寡记载故事。介绍人透过祈祷咧改变上帝的心意，但是敢真正是安尼？譬如讲，咱伫雅各书中间有读到，义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咱会理解讲，咱可能误解讲，义人的祈祷介绍会当带来改变，甚至改变上帝原本的意思。咱伫圣经中间嘛有看见到，譬如讲伫出埃及记32章，咱看见一个记事。当摩西伫迄个西奈山顶去领受上帝的律法甲诫命的时阵，伊去真久40天久，百姓毋知影摩西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所以因着心着浮浮，着鼓舞阿伦爱制作一个金牛，互因来敬拜。上帝对即件代志非常生气，伊就对摩西讲：你看下面遐百姓，因无要敬拜真神上帝，竟然去敬拜这金牛。所以我要对因发大生气，将因灭绝。叫摩西听到安尼，伊就开始替这以色列百姓向上帝代求。伊就对上帝讲：你安尼将因对这埃及做罗卜的所在带到这个旷野，然后要进入老年甲迄个应允的地，你今仔要来将因灭绝，安尼介绍你向上帝遮沟通祈求上帝毋通遐生气。结果咱看见着，经过摩西恳求了，14节讲，所以上主改变了心意，无将原本要加互伊的百姓的灾厄降伫因身躯顶。若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讲，耶和华上帝后悔。咱会安怎去理解即件代志？其实，咱若真正用心来思考，上帝是无改变，毋是摩西代求改变上帝的心意，是因为伊的代求是显明上帝真正的心意。上帝是爱人悔改，伊无爱降落灾厄，而且迄个时阵可能山骹的代志有一寡转变，所以上帝才无将原本要加互伊百姓的灾厄降伫因的身躯顶。所以，毋是摩西的祈祷改变上帝，是上帝原本的心意，就是无要降落灾厄。只是摩西透过祈祷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牧师爱大家明白，就是上帝是无改变的。上帝伊欢喜咱伫祈祷中间甲伊同工，借着祈祷，咱去望着上帝的心意，咱去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后咱明白咱爱安怎做，才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
互上帝欢喜。所以这是祈祷的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好，解决这两个问题了，咱还有第三个问题，也是上界重要的问题。若安尼，咱要明白上帝的心意，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伫旧约时代，咱看见着，因有用乌灵甲土明，这两项物件，当然这两项物件，今日写做啥物款，咱无清楚。因用这咧找求上帝的心意。新约介绍有哪有抽口咧找求上帝的心意？但是今日咱无用这个方式，安尼咱要用啥物款的方式去找求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心意？下面牧师有3项要甲大家做伙学习的功课，咱做伙来学习。第一项是咱来建立一种态度，就是咱来建立一种伫决定重要的代志的时阵，咱来找求上帝的旨意。圣经中间安尼讲，人若无信，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的确信有上帝，而且信伊想使迄个找求伊的人。这里才有一个应问，就是讲，咱若找求上帝，咱若相信上帝想使迄个找求伊的人，咱诚做一个找求伊的人，上帝会伫咱的头前引带带领。要安怎去找求上帝的心意？就是咱来建立一个态度，咱来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因为咱知影，你若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你就哪了解上帝的心意嘛。你甲一个人真亲密，有时阵毋免讲话，伊就了解。我有时阵感觉阮无顺流足恐怖的，有时我无讲我等下摇头一下，伊就知影我要讲啥。比如讲，久一日我咧写即个讲道片的时阵，伊迄个时阵骹受伤，倒伫门床顶。我伫遐写我活过头来讲，牧师娘，我敢会当将来讲道的时阵，我敢会当讲你真恐怖？伊讲，你要讲你无你心内想的我拢知影你看偌恐怖，我袂讲伊就拢知影，所以因为安那，为虾米安尼？因为阮两个时常斗阵，有迄个中间人讲迄个默契啊，有时毋免讲，使一个目尾伊就知影。所以如果你若甲一个人哪亲密，你就哪了解伊的心意。相反，咱若甲上帝哪亲密，咱就哪了解上帝的心意。咱做耶稣基督的学生有一件代志，咱来注意。你讲，咱毋通拄着问题，才要去找上帝，才要找耶稣啦。咱平常时就甲伊建立一个真好的关系。当咱拄着重要要决定的代志时阵，咱就真清楚讲，这件代志上帝期待咱安怎做。所以有两项代志，咱会当透过安尼来找求上帝的心意，就是读圣经甲祈祷。为什么？圣经是上帝的话，伊记载上帝本性甲伊的作为。所以你哪读圣经，你就哪了解上帝本性是安怎，伊的心意是安怎。搁另外一个祈祷我拄则讲过，祈祷就是要去望着上帝的心意嘛，要去思考上帝的心意，要去了解上帝的心意嘛。所以如果你若读圣经甲祈祷两项代志做伙来做，咱自然而然，咱会甲上帝起做一个亲密的关系。有即款的态度，咱要找求上帝的心意，就比较较容易。这是第一项要注意。第二项就是，当咱有即款的态度了，咱来学习安怎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我拄则有讲到，咱爱读圣经爱祈祷，但是咱通常会拄到的问题拢是咱个人的，期待上帝对咱个人有引带甲带领。咱拄到的问题，通常圣经拢无写嘛。譬如讲，咱拄到啥物问题？咱拄到讲我怎要做啥物款的投资较好？我要出国读册，还是要留踮伫台湾读册较好？我要找头路，当时有过来的机会，我到底要找倒一个头路较好？甚至未结婚的人，青年，拢会拄到问题，讲我到底要选择啥物人，做我终身的伴侣较好？我过去大专中心要服侍的时阵，有时阵会拄到学生来找我，伊讲伊当时有注意到3个查某囡仔，一个真美丽，一个真大方，一个真欠卡。
到底是要选倒一个较好？到底倒一个是上帝的心意？我来问讲，你较介意倒一个？伊讲我三个拢介意。哇！即声就做歹决定啊！到底上帝的心意是安怎？圣经佫无写。到底咱要安怎去做？当然有一寡辅导，伊会做分析。你甲啥物人做伙，你会拄着啥物款的问题？你选择啥物款的头路，会当有啥物款的发展，会当做一寡分析。但是，咱常常也嘛会有一个怀疑，讲这到底敢真正是上帝的带领？特别是上帝的意思，咱常常拢毋知。咱常常有时拢用咱的意思来当做上帝的意思。咱有时已经决定一件代志，期待讲上帝有哪安尼想。但是圣经咱讲伊的道路关过咱的道路，伊意念关过咱的意念。特别伫圣经中间，咱看见到有真属灵的人，伊嘛有相款的问题啊。比如讲保罗，遮尔属灵的人，伊是上帝的奴仆，伊用伊的生命来服侍上帝。但是有时阵，咱看见着伊写的批信，伊嘛无完全了解上帝的心意啊。比如讲，咱来看罗马书第1章，咱发现伊对伊要去罗马的时间，伊无确定啊。伊讲伊几若遍想要去罗马，但是拢受着阻挡。伊嘛无真清楚上帝到底是当时阵爱互伊去罗马，伊足想要去，但是嘛毋知当时阵会当去。保罗哥林多后书伊写讲，伊身躯有一支刺，伊捌3遍求问上帝。你知3遍是意思是啥？几若遍呢？第一遍问了，佫毋知上帝意思；第二遍佫问，第三遍佫问。了后伊较知影讲上帝对伊讲，我会运电到亚利营。所以伊伫追求上帝的心意的过程中间，遮尔属灵的人，伊嘛拄着困难。咱看见雅各书的作者伊嘛讲你袂当讲我要到倒一个所在去做生意，然后工作几冬了后要趁偌济钱，你袂当安尼讲。讲其实明仔载要安怎，恁也毋知啊。你只会当讲主若愿意，主若稳准。主若稳准的意思就是讲，主有可能无稳准嘛。所以有时阵对伫未来要发生的代志，咱无法度掌握。所以咱看见着安尼，咱要做正确的判断，讲到底啥物款是上帝的心意。我本身感觉伫生活中间，上帝互咱个别的带领，其实咱无会当真清楚知影。伊就是讲，咱袂当对上帝遐真清楚知影讲，我到底要做啥物款的选择？倒一个公司我应该去，倒一个人是我终身的伴侣。但是对圣经来看，咱明白有几项代志会当互咱参考。虽然圣经伫一寡细节顶面无讲了真清楚，但是咱犹原会当有一寡原则会当去参考。期待安尼，我下面要分享3个原则，咱做伙来思考，做伙来学习。第一个原则就是咱来掌握迄个圣经的大原则甲方向。因为伫圣经中间，咱明白上帝旨意主要是咧指一寡原则。当然，圣经中间上帝有若捌对一寡个人有一寡引带甲带领，但总是大多数拢咧讲一寡原则。如果咱伫即个原则顶面先顺服上帝，先照上帝的心意，先满足上帝的心意，上帝就引带咱的道路。圣经中间安尼讲，啥物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的确指示伊着选择的道路。所以敬畏耶和华是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咱来明白上帝是伊的本性是安怎。对圣经中间，咱知影上帝是一个爱咱行公义、好人品、谦卑甲伊同行的上帝。圣经中间，咱明白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是一个良善的上帝，是爱咱顺服伊，爱咱忠心负责任，做伊的百姓爱安尼做的。所以这大原则咱来去遵守。然后伫小原则顶面，上帝就引带伊。我感觉今仔日真侪基督徒伫大的原则顶面，无要听上帝的话，却求上帝伫小原则顶面、小的细节顶面来引带伊。这是真毋对的方式。
咱应该爱伫大原则顶面尊叹上帝。有一个咧，若一个人真笨蛋，真贪婪，伊要伫即个顶面照上帝的意思去行，安尼伊要求上帝叫伊选择什么款的工作，伊做什么款的工作拢做袂好。如果伊伫大原则顶面顺服上帝，才做一个圣洁的人、忠心的人、负责任的人，安尼伊去做什么款的工作，其实拢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举一个例来讲，牧师伫前年有一个真重要的决定，就是到底要移动。伫前年的7月份，聘牧小组甲我联系，了有一段时间的沟通，伊嘛爱我祈祷。原本底我是真抵抗，我是感觉讲应该是上帝爱我伫富强教会退休，但是后来伫祈祷中间有一寡调整，但是这是一个真困难、真两难做决定的代志。我伫富强教会有一群真好的同工，甲我做伙拍拼。但新的呼召，我感觉嘛有即个需要，所以伫即个决定的过程中间真困难。我伫去年咧带领迄个期尾年终的迄个祈祷会的时阵，我嘛分享，我迄个时阵写2张批要恢复，因为我答应讲伫前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要恢复聘牧小组，所以我写2张批，一张是答应的，一张是拒绝的。伫遐决定讲，到底是要寄倒一张批？前一暗我还阁甲无顺利，伫遐祈祷，伫遐参详讲，到底是要寄倒一张批？我还未决定。一直到最后一刻我会记是应该12月30天光我寄其中一张批，应该是无寄毋对，所以我即摆甲寄伫遮。迄阵为啥要安怎做这决定？因为真两难我著伫祈祷中间，我真清楚讲。如果我若顺服上帝的大原则，我尽忠服侍，我真拍拼、温困来做工，尽我的气力，尽上帝予我的恩赐来服侍。安尼无论伫台南服侍，或者是台北服侍，拢会当荣光上帝，拢会当祝福人。所以，这个大原则确定了，我相信我无论做什么款的决定。拢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个掌握方向甲原则，这非常重要。第二项就是咱来做一个决定的时阵，咱来明白，咱思考这点，因为一般人会思考讲，我做这件代志了，对我够有利益。但是咱做耶稣基督学生，咱袂当安尼想，咱逐生爱想讲，我做这件代志了，敢会当荣光上帝，敢会当祝福别人。如果若会使，咱就放心去做。如果若发觉讲我做这件代志，会互上帝的名得到侮辱，我得到见笑，会互别人得到损害，会去伤害到别人，这件代志咱就毋通去做。咱想讲，咱做这件代志，做这个决定，敢会当荣光上帝利益众人。最后一项真重要，就是咱爱互圣神来引带。牧师要互大家明白，就是讲，其实真侪时阵上帝的心意甲咱的心意是无共款，所以咱爱顺服圣神的引带。圣经同咱讲，无得甲世间相款，爱心意更新来变化，互恁会当查验什么货是上帝善良顺转、通欢喜的旨意。这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讲，咱毋通甲这世间的价值观相共，咱咧做决定的时阵，毋通照这世间的价值观做决定。第二项，爱心意更新，就是咱爱顺探圣神来更新咱的意念，互咱会当真清楚去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顺转、通欢喜的心意。咱顺服伫圣神的引带，互圣神来带领咱，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最后一项，就是爱遵行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旨意了后，爱去遵行伊。圣经同咱讲，既然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袂当拢入天国；独遵行我的爸旨意的人，才会当入去。
伫追求甲明白上帝的旨意了，咱着尽忠去完成上帝交代咱的使命。特别咱来明白，就是讲，我拄则讲过，有时阵上帝的心意甲咱的心意拄好倒边。上帝爱咱离开迄个所谓的舒适圈，进入一个挑战中间。咱需要圣神的帮助，需要对上帝遐领受快乐，互咱真真正正会当遵循上帝的心意。毋单伫咱个人，无需要期待咱双年教会，是当追求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心意，也当遵循上帝的心意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当阮祈祷，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的事。主，阮明白，你要装备阮，成做一个追求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心意、遵行你心意的人。求主赐了信心甲快乐，互阮完全仰望你。求你拄起阮家己自私的意念。互阮会当真实看出你的心意、你的期待，互阮会当用阮的性命去满足你的心意。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们。真多谢蔡牧师的勉励，互咱搁较详细、清楚了解上帝的心意。接续咱备办心来准备领受圣餐，圣诗217首，受悲献弥救主耶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时阵，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传者，就是已经受过圣灵洗礼、甲献身的兄弟姊妹，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囡仔
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要所讲，恁囝若着无打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伊也讲，要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之地所听的兄弟姊妹啊，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奉伊的名，照伊的模样，逐生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的圣白丸，也圣白才会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透过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是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摕着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为咱放下性命，互咱得到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今日为着纪念伊，当心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所以，当咱摕着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伊流出宝血，洗清去咱本身。
这个杯就是新约，是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每一遍啉的时，就经安尼来纪念伊，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大家三合之地，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当作偌济互你的事，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会当明白你的心意，实行你的心意，来迎合你。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伫未奉献的大圣。欢迎头一遍来到伫阮遮做伙参加礼拜的每一位朋友。即使你若还未填写你的资料，也是伫你座位头前也有来宾留名卡，填写了后，通交收奉献的执事。伫小等牧师伫欢迎来宾的时，互阮有机会通甲你熟悉。奉献是信徒的本分。请咱着把握这个福气，将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用奉献来回应。这时，咱请陪伴心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感谢。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但互阮正信徒搁一遍领受对你来的呼召甲异象，也通互阮解决换新，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有热情来参与服侍，也有同款的心志，共同来兴起你的福音，伫逐项圣工的面顶的推动，拢通得到高效。即阵，阮也伫你面前献上担保，诚侪你圣会的使用。伫你面前，搁一摆立志祈祷，拢是倚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接受我来报告，请咱来拍开周报第4页，小会广告的部分。经过2016年12月份定期小会议决通过，定伫主后2017年2月12日第3场礼拜后，伫10楼礼堂要召开2016年会员好会，为着要互这个会会当顺利来举行，请在籍会员到时踊跃出席。即使你若有其他不可抗力的袂当参加的，请向小会书记来请假。当日下5场礼拜照常举行，请兄弟留意时间来参加。本会消息部分，本周的特别事工青年牧区部分的家庭甲青年已经伫昨昏由平道牧师带领前往宜兰举办亲子营。搁来补充报告，伫集体关怀，本会会友赖富美姊妹伫1月25日安息主怀，定伫2月8日，就是搁来即个拜三上午7点半，伫第2殡仪馆举行日念火化礼拜，并伫当日下晡2点伫10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并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搁一个本会会友李谢淑芬姊妹，伫2月3日安息主怀，也定伫2月11日，就是本周六上午8点，伫第2殡仪馆对念厅举行日念火化礼拜，并伫当日下晡1点半，伫7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并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搁来就是装备委员会的消息，伫第6页，较要紧的就是伫第3点的所在，装备课程小组训练，对伫2月7日，就是后礼拜日开始，共有7堂课，课程的内容拢共款，就是每礼拜日早时、暗时拢开一班。那其他装备委员会的装备课程消息，伫第9页遐有真详细刊登。报告以上，接续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遮有几位新朋友，牧师来介绍。遮有对高雄来的蒋瑞安先生。有2位
蒋瑞安，在这里倒位，好，不要紧哈。好，各有对屏东民和教会来总共有6位李信林、钟玉娇、周淑雅、李德仁、孙子月、孙子胜，你们在这里倒位？好，这里后壁面咱欢迎恁屏东民和教会，欢迎。咱有看到迄个对富强教会来咱正法牧师甲咱圣个长老因全家遮。好，阁有另外一个富强教会小德一德一那感谢上帝富强教会已经聘到新的牧师是我前任的牧师啦夏文夏牧师甲谢秀华牧师因会阁转去到富强教会服侍咱替因祈祷。阁另外才有施泽山先生夫妇遮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中间敬拜，兄弟姊妹无介绍着。咱等下遮个新朋友咱欢迎到咱的贵宾室去咱同工会做较进一步的招待甲介绍。牧师报告到遮，多谢。上元509首，乌罗天父万福本源，吟诗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